一粒一粒精细的外观，柳丁的产季又搁来咯。这摆台南市政府将台南五山头鸡蛋丁伫全台湾的全联福利中心做贩售。我想咱台南的柳丁足出名，尤其咱乌山头的鸡蛋丁，咱去年伫云林、嘉义、台南这个全联试卖，有差不多400几间的全联的超商卖咱的台南乌山头鸡蛋丁。今年份大到咱全台湾超过1100间的咱全联的超市要来卖咱鸡蛋丁。市政府特别伫全联福利中心深夜民生门市举办开卖记者会，市长黄伟体也特别出席并帮忙宣传。黄伟体为伫一果树顶头挽下柳丁，交予全联福利中心文家处长林丽珠，向进台南五山头鸡蛋丁正式开卖。那现在正值柳丁的盛产季节，很高兴全联能够真的慧眼识英雄，能够挑中我们最优质的柳丁，能够让这个消费者广大的消费者，不仅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许多消费地的好朋友，也都能够来最优质的全联超市，能够买到最优质的这个台南柳丁。咱预估差不多对今日开始上市，今年的产量，咱的销售量应该超过100吨以上，这嘛互咱的农民会当放心种好的柳丁，这出路就较无问题。五山头鸡蛋丁有柳丁界 LV 之称，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等等，为寒天补充营养的上好选择，同时有着酸甜的好滋味。买食即马食着时，欢迎大家前往购买，支持台湾在地的农产。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